用激情点燃梦想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梦想是灯塔，为我们指引方向，而激情则是燃料，驱动我们不懈前行。梦想给生命赋予意义，但如果没有激情，它就像一张被束之高阁的蓝图，永远无法化为现实。正是激情，让梦想拥有了跨越高山与深谷的力量，也让平凡的人生拥有了不凡的可能性。激情，梦想的燃料与动力。激情是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，它源自内心深处对某事物的热爱与执着。无论梦想是多么宏伟或微小，都需要激情作为燃料来推动实现。正是这种情感，使得梦想从抽象的理念变成具体的目标，让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依然能够坚持不懈。艺术世界中，梵高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。他一生穷困潦倒，作品不为当时社会所认可，甚至遭受孤立。然而，他对艺术的激情使得他坚持创作，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倾注于每一幅画布上。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与热情，例如星空那翻滚的夜幕与跳动的星光，仿佛燃烧着他对生命的思考与热爱。这种激情并未因世俗的冷遇而熄灭，反而在作品中化作永恒的火焰，点亮了后人的心灵。在更广泛的领域中，激情不仅限于艺术。科学家、运动员、企业家以及普通人，只要拥有激情，就能够将自己的梦想不断向前推进。正如航空先驱莱特兄弟，在人类飞行技术仍是幻想的年代，他们凭借对飞行的无限热情，从一次次失败中汲取经验，最终实现了首次载人飞行。可以说，激情是所有伟大成就的原动力。用激情塑造目标。梦想虽然能够激励人前行，但只有将其分解为具体的目标，才能真正付诸实践。而激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没有激情的梦想往往流于空想，而没有目标的激情则容易陷入盲目和疲惫。在体育领域，日本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如何用激情塑造目标。他从年幼时便梦想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花样滑冰选手。为了这个梦想，他将目标分解为一个个细致的计划，从技术动作的优化，到表演艺术性的提升，再到心理抗压能力的锻炼。他对滑冰的激情，让他愿意花费数千小时去磨练每一个细节。在他职业生涯中，无论是因伤退出比赛，还是面对更年轻的挑战者，他始终保持初心，用激情与努力诠释了目标的力量。目标不仅是前进的方向，也是激情的容器。通过不断完成小目标，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成就感。这种积极的反馈进一步强化了激情，为实现更高的梦想提供了不竭的动力。从挫折中重燃激情。实现梦想的道路上，挫折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许多人在面对挫折时会选择放弃，但那些能够从失败中走出来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着不灭的激情。激情是重燃信心的火种，是黑暗中的光明。居里夫人是从挫折中重燃激情的典范。在发现雷的过程中，她和丈夫皮埃尔·居里经历了无数次实验失败和艰难的工作环境。雷的提取过程复杂且危险，但她从未退缩。每一次的失败都没有摧毁她，反而让她更加坚定。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人类进步的追求，成为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。最终，他不仅实现了梦想，还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2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。现代社会中 ，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同样经历了无数次挫折。在公司成立初期，他的火箭发射连续失败，投资人开始质疑，公司也面临破产危机。但马斯克始终相信人类有能力征服太空。他的激情让他坚持改进技术，最终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可重复使用的火箭，开创了航天领域的新纪元。激情点燃梦想的真实故事。历史和现实中不乏用激情点燃梦想的真实故事，这些人不仅成就了自己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。在政治领域，南非的曼德拉用自己的激情点燃了一个民族的自由梦想。在种族隔离政策肆虐的年代，他怀抱着创建一个平等民主社会的梦想，即便被监禁27年，也从未动摇。他的激情不仅让他自己坚持不懈，还感染了无数南非人，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走向和平与和解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
激情不仅可以改变个体的人生轨迹，也能够为社会注入希望的力量。在商业领域，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用他的激情为世界带来了能源革命和太空探索的新希望。他对电动车和清洁能源的追求，让特斯拉从一个小众品牌成长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颠覆者。而他对星际移民的热情，则推动 SpaceX 不断突破技术极限，将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。他的故事证明，激情不仅能实现个人梦想，也能为整个人类开辟全新的未来。如何唤醒和培养激情？尽管激情是实现梦想的重要动力，但它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可以通过努力被唤醒和培养的。一、探索兴趣，寻找真正热爱的领域是唤醒激情的第一步。人们可以通过尝试不同的活动、学科或职业来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。无论是艺术、科学、体育还是公益，当人们找到让自己感到兴奋和充实的方向时，激情便会自然萌发。二、设定目标，将梦想分解为具体的、可实现的小目标。每次实现一个目标都会带来成就感，这种积极反馈能够激励人们继续前行。三、坚持行动，热情需要持续的行动来维系，即使在感到疲惫时，也要坚持努力，让激情成为一种习惯。四、寻求支持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梦，可以形成一种互相激励的氛围。团队的力量不仅能增强个人的激情，也能让追求梦想的过程更加充实和有趣。五、自我调节，避免过度燃烧激情，导致倦怠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适当休息，为长远的目标储备能量。激情对社会和个人的意义。在今天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，激情不仅是实现个人成功的关键，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科学、艺术、技术的每一次突破，背后都是人们用激情与努力书写的伟大篇章。科学家用激情探索未知，为人类带来新知；艺术家用激情描绘世界，为人类带来感动；普通人用激情追逐梦想，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。无论是平凡还是伟大，激情让每一个梦想都拥有实现的可能性。结语：用激情点燃梦想是一个漫长而充实的过程。梦想为人生赋予方向，而激情则为前行注入动力。无论面对困难还是挑战，只要心中怀有激情，梦想的光芒就不会熄灭。每个人都拥有点燃激情的能力，只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，并为之不懈努力，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让我们用激情去追逐梦想，让人生因为梦想而绚丽，因为激情而不凡。